请刘大哥先行。哎，催战马往前赶，越赶越远。过一山又一山，人人心烦。此爹娘想妻子路远难不由我心中阵阵发酸。嘿，你怎么又不走了？诸位，你们没有一路观看吗？看什么？你们看这村庄之内，家家户户老少团圆，谁像咱们远离家乡去到战场，这里天敌也不远了，眼看就要交锋打仗，到在那里呀，还不知是死是活。叫我看呐，还不如慢点走，倒还可以。就你谈生怕死，谁不怕死啊？刘大哥，难道不知有国才能有家呀？是啊，人人都在奋勇杀敌，国家强盛起来，才能保得住田园家产，老少团圆。哎，那为啥别人都能在家团圆，偏叫咱们出来打仗？哎，刘大哥，此言差也。哎，我怎么差了？请听啊！刘大哥太我呀，岳阳盘算，你怎知村庄内
时听我上，叫他那刘大哥一声唤，路上烧吧，是非干，咱从军去作战，可管他清闲不清闲呐。咱们本是赶路要紧。你少说闲话。啥闲话啊？我这是闲话？哼，叫我看呐，那女子们比咱作战多大的便宜？怎见的？哎，你们想啊，这天下的苦事儿都叫咱们男子做了，那女子们成天在家闲吃坐穿，他们不是占了大便宜了吗？刘大哥，此言又不对了。哎，我咋又不对了？请听啊！咱们的县官王原有一和尚，千人万象都他人了。
听令，在传令下去，鸣金收兵。元帅有令，鸣金收兵。元帅呀，敌兵败退，正好乘胜追击，为何鸣金收兵？那秃驴子他诡计多端，紧随败退，但阵脚未乱，须放纵他诡计。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？在下从军之人花木里。花木里，好一个少年婴儿雄！元帅将秃驴子带领铁锤兵马又杀回来了，再谈。好。张令二位将军听令。
已过谦，本帅不日班师还朝，还要奏明天子，与将军升官加爵。元帅华将军呐，元帅，本帅有一心事，久未言明，今日要面告将军呐。元帅请讲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未曾太阳笑元帅为你父子前往一家。是乃人间公不想把我亲我有个女不出之理，万人今年已是元将军飞乱你意下如何？请把话谈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将军怎么样了？哎呦，肩上有发作了。将军保重，好生降呀！元帅做事太不对，不该亲口来做媒木兰，我怎把那千金叫我南云要难退。元帅厚爱，乃末将之心，只是末将身在军中。哎，如今口唤一平，非同往昔了。只是还有父母之命啊。这元帅，末将也有心事禀告。哦，将军快讲。愿借命传千里去春行，木林回故乡。怎么你要反礼我？一来探亲，啊二来养病，哦这婚姻之事嘛，也好与父母商议。好，好，好，本帅专家就是。多谢元帅，望元帅在天子面前，千万莫要提起末将的性命。3、5日之内，我就要犯礼了。哎，将军大功哪能不报？等你荣归之时，本
我还要亲来送你呀！岂敢！这小女的婚事，保重保重保重，本帅我去了。宋元帅，免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哈哈啊啊啊啊啊啊！
咱们试一下，华将军可是双喜临门呐！啊，你说的是元帅提亲此事吗？是啊。哎，我看此事呀，也很难说的一定啊。哦，怎讲的呀？上次元帅军营提亲此事，华将军借着箭伤，支支吾吾的，哎呀，也没有爽快答应。我看他呀，必定是另有心事啊。哎，华大哥，八成是有了华大嫂了吧？嗨，这事儿啊，你们都想错了。华将军的事儿啊，我老刘心里头最清楚。哎，你怎么最清楚啊？你们想啊，咱在军中一时二载，早晚提起男女之事，他总是闭口不谈。叫我看呐，他不是心中不愿，他是脸皮太薄啊。哦，这是与不是，倒
看便知。来此一事上一村，咱们一同有请元帅。有请元帅。爱才西家把许宣，小心夜宿本阳关。领元帅来在上一村。华府去了。好。来在华府，一同下马。好。往里去传。是。府上哪位在？门外何人？哦，你是老汉华府。华老英雄元帅到。哦，元帅到了。元帅到了。元帅哪里？哦，华府参见元帅。罢了，罢了。你是华老英雄元帅，你的好话无理呀！元帅过奖，好将军呐！见过元帅。参见元帅。老夫人，将礼物抬进来。将礼物抬进来。元帅，收下。我是怎么收还要礼物抬到这边。我是的。元帅，请坐。请。华老英雄，元帅，令郎为国立功，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！此乃国家宏福，元帅中将之功。好说，好说了。本帅奉旨到此，一来是看望于他，这二来嘛。老英雄，坐下来。元帅有一小姐，才貌双全，愿许华将军为婚，不知华老英雄意下如何？这可是一门好亲事啊！华老英雄啊，元帅，华将军的鉴赏如何？鉴赏么？早就好了。只是他有感受风寒，未曾起床。是啊，他有感受风寒了。哦，待本帅我床前看病。慢来，不合适的，还是不见也罢，不见也罢。哎，一定要见。一定要见。一定要见。好，我唤他前来。哦，你去唤他前来。元帅稍待。我立前来。爹爹唤儿何事？少
上前见过元帅。皇武力参见元帅。罢了，不像啊，不像啊，这就是花木里呀！错了，本帅要见那个阵前的花木里花将军呐。阵前的花将军是啊，阵前的花将军呐。这你去唤他前来，换他前来。唤他前来。好，我唤他前来。木兰，元帅前来探望于你，你要来呀！你不要害羞，你要来呀！元帅。乃是一堂堂男子，你怎么叫一女子来见本帅，屡次隐瞒，是何道理？这就是阵前的话。话什么？话。
这是一位巾帼英雄，令人钦佩呀！元帅，望元帅回朝奏明此事。那一人有为患，我再去杀。听他言把万字牵，想不到女子能上战场杀敌头保边疆男女娘花将军真算得忠孝双全，光不了元帅请到头堂饮宴，老英雄请。